你来學習一下自己雙用嘅對話。第一句，你係伫愛到呢位寶芥末？你是在你係伫。我們這裡愛到呢位寶芥末飽的嗎？寶芥末。好，那整句華語的意思呢？是你是在我們這裡飽的嗎？你是在我們這裡飽的嗎？好，我們現在來說客語哦。你係伫愛到呢位寶芥末？你係伫愛到呢位寶芥末？我們現在來下一句，不攀細繞，你該身份證，落一張2寸嘅相片。補辦需要你的身份證跟一張2寸的照片。補辦需要，不攀細繞，你的身份證，你改身份證。好，接下來一個字很特別，落。在客家話裡面，這個落是 and 或者是跟。你看哦，什麼意思呢？你改身份證，落一張2寸嘅相片，就是你的身份證跟一張2寸的照片。好，我們現在來補學一句話哦。一張2寸嘅相片，在華語的意思就是一張2寸的照片。好，現在整句話哦。不攀細繞，你改身份證，落一張2寸嘅相片。不攀細繞，你改身份證，落一張2寸嘅相片。好，學會了嗎？那我們下一句嘍。還會共簽200元哦，還要工本費200元哦，還要工錢，還要工本費，還會共簽200元，200元。好，整句呢？還會共簽200元哦，這是在跟民眾說，我還要收工本費200元。再練習一次客家話哦，還會共簽200元哦。接下來呢，最後一句，當民眾問你什麼時候會辦好的時候，那我們公務人員也許覺得沒有那麼快，之後會用掛號寄給您。那我們可以怎麼說呢？冇人家，好嘞，我用掛號寄給您。好了，會用掛號寄給您。我們來一個詞彙一個詞彙來學習。冇人家，沒有那麼快。冇人家，好了，好嘞，會用掛號，會用掛號，寄給你，寄給你。我們現在整句稍微慢一點的速度。冇人家，好嘞，我用掛號寄給你。好，正常速度哦，一起跟着念哦。冇人家，好嘞，我用掛號寄給你。好，以上就是我們這個單元客語句子的學習，記得多聽多練哦。